我2025年嘅1月開始都冇出過糧嘅。咁你哋喺邊度做嘢啊？嗱，我啱啱收到一個工友求助，可能入東涌嘅。咁你準備文件啊，俾佢哋簽嗰啲授權書啊，我執定啲嘢先。關於嗰個我哋點樣去處理嗰啲勞資糾紛啊，或者係職安事故咧，一般咧就我哋即係都會有啲工友咧去向我哋求助嚇。當我哋收到呢個情況之後咧，我哋嘅團隊我哋分權益嘅團隊啦，同埋職安嘅團隊啦，咁我就會同嗰個團隊咧即刻出發去到現場啦，咁啊去了解情況啦。咁工會嘅其實個作用咧，其實係做一個勞資雙方嘅一個橋梁嚟嘅。咁我哋首先去到就係要了解下究竟個情況係乜嘢啦。當然我哋係代表工友啦嚇，咁我哋會聯絡工友、組織工友，跟住同僱主啊去協調談判，可以達成協議嘅一個共通點啦嚇。咁有時會係可以協調到嘅，但係有時協調唔到嘅時候，我哋都係根據現有嘅勞資法例咧去處理嘅嚇。上世紀80年代，香港建造業成為支柱行業，當時已有3建同埋7行嘅工會。由於業界引進咗新技術、新工種，工人隊伍日益擴大，勞資問題漸趨複雜化。為咗實現建造行業各工種團結爭取權益，改善工人嘅工作環境，以及關心工友嘅生活，各工會於1986年聯合成立香港建造業總工會，成為香港工會聯合會嘅屬會，亦係目前建造業界最大嘅工會。當初咧，我哋係初成立嗰陣時咧，係大約係有4-5千會員度啦。咁啊，到今時今日咧，我哋發展到咧，我哋有27間屬會，超過4萬人嘅會員。咁我哋都因應嗰個實際嘅一啲新工種啊、新環境啊咁樣，我哋都積極發展緊啲新工會。咁啊，希望咧繼續可以擴大我哋嘅話語權同埋影響力啦。建總成立39年嚟，喺唔同階段積極維護工人權益。上世紀80至90年代爭取加薪，共享經濟成果。2000年之後，因市道低迷，推動政府實施10大工程，創造就業。2001年3月至4月，深灣居屋地盤爆發欠薪糾紛，195名工人共被拖欠250萬元工資。談判破裂之後，工會代表全體工人向勞資審裁處提告，成功勝訴。資方不服，上訴至高等法院原訟庭，但遭法官駁回，維持原判。呢個個案呢，工人呢，佢唔單止按照勞工法例第43條啦，攞到大判墊資頭2個月嘅欠薪，答應咗工友可以工作後喺佢嗰度攞翻工資。咁因此嚟講咧，第3、第4個月嘅工資由此亦獲得。你將工人變成大判嘅直屬員工，就要承擔佢口頭承諾嘅嗰個責任。2002年，油塘公營地盤爆發嚴重欠薪事件，某公司拖欠7個工地326名工人共460萬工資，引發全港轟動。咁工會就企出嚟，建基於欠薪嚴重，因此咧即刻就由勞工處組織，形成咗一個叫做勞資糾紛嘅通報機制。近幾年，建造業嘅勞資糾紛不斷增多，建總又點樣應對當前嘅情況呢？依家踏入2025年啦，私人工程基本上都冇乜嘢即係工程啦，剩翻政府工程去支撐。咁啊喺2024年7月開始，我哋就有好多欠薪欠糧嘅問題啦。建造業咧係進入咗一個寒冬嘅，我哋定期咧都有約見政府嘅官員啦，或者係甚至乎係同我哋嘅僱主去接觸嘅。
正如我哋舊年我哋10月份發布嗰個薪酬調整啦，其實我哋都有同唔同嘅持份者去傾嘅，包括商會啊，包括僱主啊，包括政府啊，都有去傾，同埋攞一啲數據去睇睇個實際情況嚇。咁我哋究竟係加薪啦，定係凍薪呢？因為始終我哋個行業咧係用一個成本制啊、日薪工啊咁樣嚟一個出糧嘅模式嘅。到2024年啦，我哋個其實做咗嘅個案咧超過200宗，個金額咧工程費啊、欠薪啊，大約都去到3億度。協助嘅工友係超過200位嘅工友嘅。咁當然啦，咁有部分而家仲係在處理中嘅。咁我哋都係有陣時，如果發咗啲工業意外啊，工友即係嚴重到過咗身嘅，咁我哋都會即場去到現場支援工友啊，或者佢家屬啊咁樣。咁我哋都有個社工喺度嘅，因為我哋可以幫到佢家屬啊，即時一個情緒支援啊咁樣。有陣時如果個家庭嘅個經濟有啲困難嘅，咁我哋喺工會上，喺我哋嘅業界上，咁希望爭取一啲基金啊，可以支援到工友家屬啊，從而到嗰個難關先啦。其實2003年啦，嗰個職安健嗰個罰則嗰度係加強咗嘅。咁啊，當初政府啊都有諮詢我哋工會啊，咁我哋提過啲意見啊，提交上去嘅。因為以往就係個案咧俾出嚟個罰則嗰度咧係太過寬鬆。咁經過嗰啲數字咧，可能以前即係一個嚴重意外令到工友過身咧，可能罰都係罰幾萬蚊。嗰個罰則係完全冇一個嚴重嘅後果，所以就經過立法會，經過我哋醫院咧修例咧，希望就從而加強個罰則，令到啲承建商肯花資源落去做一啲職業安全嘅設施啊，或者個施工程序啊咁樣。工會由1980年代開始有培訓課程，時至今日已經為香港培育咗唔少建造業嘅工人。初成立培訓時候咧，就引發咗泥水啦、油漆啦，同埋其他行業一齊去培訓。咁亦都引發咗其他行業裏邊嘅學會啊、商會啊、屬會咁啊，一齊去大力嗰個培訓，推動成個行業嘅未來發展，亦都推動咗好多年青人進入行業，發展到而家建造業議會啦。佢哋每年都有年度制嘅班啦、短期嘅成人班啦，包括埋後期嘅再培訓局 ERB 啦。咁所以其實經歷咗咁多年嘅培訓之後咧，今時今日咧，我哋已經發展到咧有好多個培訓場地啦，塘尾道啦有5個場啦，錦上路有2個啦。咁我哋差唔多去到有成3-4萬尺嘅場地喺度。喺工會嘅傳承方面咧，我覺得即係我哋嘅青年工作啊，各方面咧都非常重要。建總裏邊咧都有一個青年嘅工作平台，咁同工聯會嘅青年事務委員會啦，大家一齊去合作啦，去多啲喺我哋嘅會員裏邊咧，去招收一啲我哋嘅青年嘅骨幹啦、青年嘅義工啦，將佢培訓成我哋將來去接班嘅一啲有生力啦。前輩艱苦創業，後人咧守業亦好難，咁就更加需要咧傳承、發揚優良傳統，然之後去創造出更高嘅成就同業績。咁我多謝我哋啲前輩咧，係即係好唔吝嗇咁佢哋嗰啲經驗啊，去曾經做過個案啊，咁分析俾我哋。希望建造總工會將來即係發展壯大，更加多人支住我哋工會，係協助我哋工會，令到我哋工會更加有話語權。建總與工友同行，齊心邁向40載。